demo。好，開始。在座咁多位，你哋好啊！我相信你哋其中一位咧，一定係孫悟空嘅真身嚟㗎啦，係咪？因為你都係掹咗幾粒毛咧，變咗咁多個孫悟空出嚟啊！咁今日咧，你能夠抽空喺西天取經嘅道路上面咧，嚟到現場聽我做銷售啦，我梗係就覺得好似發緊夢一樣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帶嚟嘅產品咧，好啱你哋用嘅，因為你哋嚟緊咧要經歷9981難啊嘛。我知道咧，你都經歷咗70難㗎啦，咁仲有嗰11難，咁點樣可以面對咧？你諗下，當佛祖同埋神仙俾你一個磨練嘅時候，一定唔係淨係你擅長嘅嘢嘅，同意嗎？打怪獸你咁擅長，喺最尾呢個難關裏面，一定係一啲你唔擅長嘅，例如咩咧？同人溝通啦，或者係一啲你陌生嘅場合啦，面對一啲你未遇到嘅挑戰，所以今日你好需要一個好好嘅工具。正所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嘛。係啲乜嘢咧？就係我哋俾你嘅西裝褸啦。我會建議你咧，由今日開始喺取西經嘅路上咧，就着住呢件西洋人嘅西裝褸，因為西裝褸咧係代表禮儀嘅。咁而且咧，好多人見到你着住一件唔係你平時着緊嗰件豹紋衫咧，都可以凸顯到你係有備而嚟嘅感覺嘅。咁而且西裝褸咧，我建議咧，今日你做咧都做一次做4套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可以4師徒一齊着晒呢4件嘅西裝咧，即刻就唔會再有人認得你啦。咁變咗你就可以好簡單、好輕鬆，一個最好嘅偽裝咧，就完成晒成件事。咁而且咧，西裝褸講求嘅係訂製啦，即係究竟我個袖長啊，或者我個衫嘅長度係咪做得好，而且個質料係咪做得好？我認為呢個就係細緻度同埋個精細度啦。作為陪你嘅師傅取經，嚟緊每一個嘅細節同埋每一件事，都希望你同我哋嘅西裝褸一樣，注意細節做得好。一件咁好嘅產品，一件4套，都只係收你哋4個金元寶啫。今日就馬上訂購俾我啦！而且今日訂購你可以攞到西經之後，用後付嘅形式交俾我都得嘅。希望將來你嘅後子後孫都可以繼續用我哋公司嘅產品。再次祝你喺取西經嘅道路上面順利同埋愉快。多謝。